来看第二届台语季有规划25场，讲囡仔各个活动，希望透过绘本的故事，或者囡仔会当认捌台湾本土的文化，也个学台语。独角仙叫做我甲姑。大人甲囡仔哪听故事，哪学各种昆虫的台语。家己台语季的活动，讲故事的志工，除了用台语教大家绘本内底的物件，佮准备真侪昆虫的标本，来教囡仔昆虫甲虫拖的无共。虫拖甲昆虫无共的所在，就是虫拖有包含即个蜘蛛野蜂各种的节肢动物昆虫就是咧讲6只脚的昆虫，就干那6只脚会当讲叫做即个昆虫。昆虫有分做头、胸孔、甲腹肚，佫有6只脚、手、甲舌骨，就会当叫做昆虫。就是讲可以让互小朋友学台语，然后可以边拿触摸就有教学看昆虫。除了校史自然界昆虫、虫拖的台语以外，台语季佫利用新港文教基金会出版的《Demo 爱的空红菠萝》这本绘本。向大家分享新港一名接生超过1万名囡仔散步的故事，希望透过故事增加因对在地甲母语的感情。我感觉其实因为即马台语真正爱推，无拢会囡仔拢足少咧讲台语的，我感觉这安尼会做伙是足好的一个代志第二届家己台语季的活动，用欢迎收听做主题，计共有将近50场讲故事的活动，包括艺术文化、各行各业甲在地人文的内容。要透过放送家己在地的声音，让大家唔能感受台语文化，嘛来传承在地记忆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